你好，有没有爱爸爸？有没有爱爸爸？没有，没有。那有没有爱妈妈？那你乖不乖？不乖，我知道不乖。那你有没有爱爸爸？啊？有没有爱爸爸？没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这个字找，他因为还没有太懂这个爱不爱的意思，所以他觉得你是在叫他干嘛，所以他就对，他就摇，先学会摇头，对，先学会摇头。小孩子先学会摇头，再学会讲不要，不要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有一个时期，他什么都不要，哎，有没有？很多小孩现在就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他就先摇头，给他吃哦，很好吃哦，他还想要还想要再吃。我说你要不要吃？我说你不是不要吃，然后他是印度的点头法，印度点头都是这样。